第12章，逾越节前6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伊互拿撒勒对死搁活的所在。有人伫遐甲耶稣有备筵席，马大侍候，拿撒勒也伫遐个甲耶稣坐倒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摕着一根极贵的真哪噠香膏，抹耶稣的骹，搁用家己的头毛去拭。厝内就满了油的香气。有一个学生，就是迄个特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讲：这个香油为什么毋卖30两银，真济送乡人呢？伊讲这个话，并毋是挂念送乡人，就是因为伊是一个贼，搁大钱地，常常摕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讲：出在伊吧，伊是为我安葬的日存留的，因为常常有送乡人甲恁相甲伫咧，只是恁无常常有我。有真侪犹太人知影耶稣伫遐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伊对死来所搁活的拿撒勒。总是祭司长议论，连拿撒勒也要抬，因为有一寡犹太人为拿撒勒的缘故倒去信耶稣。第2日，有真侪上来嫁罪的人，听见耶稣得要到耶路撒冷，就摕棕树枝出去迎接伊，话着讲：和散那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，是应该着学老的。耶稣得到一只驴仔，就骑上，亲像圣经所记的讲：錫安的百姓啊，毋免惊吓，恁的王是骑着驴仔来的。这个事学生大声袂明白，等到耶稣得到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个话是指着伊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向伊安尼行。当耶稣叫拿撒勒，互伊对死来搁活出坟墓的时阵，甲耶稣伫遐的众人就做见证。众人因为听见耶稣行这个神迹，就去迎接伊。法利赛人彼此讲：看，恁是空空着磨无利益，世人拢跟缀伊去啦。迄时上来嫁罪礼拜的人中，有几个法利赛人，因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求伊讲：先生，阮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甲安德烈讲，安德烈甲腓力去甲耶稣讲。耶稣讲：人子得到荣耀的时阵到了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一粒麦无落伫地内死，照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真侪的子粒来。疼惜家己性命的，就失落性命；伫世上怨恨家己性命的，就要保守性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着跟缀我；我伫倒落，服侍我的人也要伫倒落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的爸的确尊重伊。我现在心内忧愁，我讲什么才好呢？爸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阵。总是我原是为这个时阵来的。爸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对天顶来讲：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要搁荣耀。徛伫边头的众人听见，就讲：
拍雷啦。阁有人讲，有天使对伊讲话。耶稣讲，这个声音毋是为我，是为恁来的。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，这个世界的王要受赶出去。我若是对地受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这个话，原是指着家己得要怎样死讲的。众人因讲，阮听见律法顶有话讲，基督是永存的。你怎样讲，人子的确就受举起来？这个人子是几罪呢？耶稣对因讲，光伫恁中间，也有无罪的时阵，应该趁着有光来行，免得黑暗临到恁。迄个伫黑暗来行的，毋知影去倒落去。恁应当趁着有光，信探这个光，互恁诚侪光明的囝。耶稣讲了这个话，就离开因温藏啦。伊虽然伫因面前行真侪神迹，因也是毋信的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讲：主啊，阮所传的有一罪神呢？主的手骨向一罪显露呢？因所以袂为信，因为以赛亚佫讲：主互因青迷目睭，疑心免得因的目睭看见，心内明白挖过来，我就医治因。以赛亚因为看见伊的荣耀，就指着伊讲这个话。虽然安尼，官长的中间却有一寡信伊的，只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，就毋承认，惊了受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为因爱人的荣耀，过头伫爱上帝的荣耀。耶稣大声讲：信我的，毋是信我，就是信迄个找我来的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迄个找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，就是光，互凡那信我的，无踮伫黑暗内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无遵守，我无审判。我来本毋是要审判世界，就是要拯救世界。弃绝我无领受我的话的人，有审判伊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。伫末日要审判伊，因为我无凭着家己讲，只有找我来的爸已经互我命令，叫我讲什么讲什么，我也知影伊的命令就是永活。所以安尼，我所讲的话，正是照爸对我所讲的。